来看2023年台湾投资博览会，今仔展出海内外台湾的新创产业。国发会主席金明兴是表示讲，最近这几档咱台湾已经真做是新创大国。国发基金嘛投资超过30亿台票，未来嘛按算讲要来继续增加投资的预算。药珠啊，伫台湾是一般废弃物经济家庭机构使用了后就撇掉。不过，这药珠啊，伫烧或者是掩埋过程当中，对环境有真大伤害。即马国内有业者用多步全球的技术，将药珠啊进行回收，搁还原做絨毛纤维、功能型塑胶粒啊，搁做成树脂这原料，提供真济工业民生用品搁制造利用。包括这个塑胶的桶子，那这个桶子可以是油桶，可以是一些清洁剂的桶子，可以做一些纸塑、纸膜的一些产品。我们不希望它再次污染到我们的地球，所以我们可以把它还原出来，再做成像防洪沙袋。另外，为了和机器人甲人类好好合作，防止公安事件，有业者开发机器人皮肤。那技术人员无细致甲机器人弄到，机器人会马上就停落来。我们利用了一个简单的一个触摸，它就会产生一个动作，让机器手背很快的停止下来，不会对人造成伤害。2023台湾投资博览会12规工，用马拉松的方式精选海内外台湾新创，共同展出包含自通讯、软硬体、机电机械、生技医疗、力量环保、生技农渔、食品制造等。国发会主委邱明新表示，台湾已经为新创沙漠，加做新创大国。2016年，我们在推动这个亚洲矽谷的时候，那时候大家还有一点怀疑，就是台湾真的可以成为这个矽谷的翻版吗？看到这么多一个生态体的生机盎然，现在我们要再从这个语音再做出发，就是说希望大家共同努力，我们可以走出台湾。邱明新强调，国发基金、科力的创投基金预算已经为过去的10亿提悬到50亿，目前投出金额已经超过30亿，未来预算内容了，应该提悬到100亿，搁继续为台湾新创打造更较好的生态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